台语真联动，愈讲愈联动。大家好，贵边。大家好，我是文酸。乡亲啊！台语真联动，今仔日搁来一个大来宾啊，伊是金曲奖的歌王，主持过节目，演过戏，有够厉害的啦！哎呦，你看规身躯，金光闪闪。哎呀，规身躯看过拢是才华啊！来好，我是洪山良。洪山良吼，伊伫咱华视主持过3季的美食节目，是，而且吼，咱今仔日除了访问伊了，因为伊主持过3季的美食节目嘛，咱除了甲伊访问伊的工课以外，咱搁要关心伊的体重。我的体重，嘿，我已经放弃啊。放弃啊！我迄个亲啊，摕去等啊。无，其实吼，我这3季咱咧录来吼，第一季是叫做台湾好味道嘛，吼，台湾好味嘛。啊，就我是敢配音尔，因为我一开始是讲这个节目设计讲啊，全台语配音的方式来介绍台湾各地的美食。啊，配，我就哪配巴肚哪枵，你知道？因为画面是翕甲做好看，配甲迄个录音师讲，哪有一个咕噜咕噜的声，对我巴肚走出来嘛。为迄荧幕内底你敢闻得到迄味？闻袂到啊，对不？啊，所以咱咧配音的时候，你就我感觉这哪好食，那哪好食，我就甲制作人抗议讲安尼袂使，我无食到物件吼，无 feel 啊。哎，赶紧买去总去买来，互你食。袂使，袂使。就第2季就讲好安尼，我带你出来去现场来食，把甲我拐去掠鱼啊、出海啊。第二季，啊，第2季了，就感觉讲，这敢这个方式嘛，趣味。啊，第3季就讲，啊无咱安尼逐集拢来出外景，去个现场来亲身去个感受，去了解在地这个食材、故事啦，是讲这个料理背后有啥物传承啦。啊，咱为这个角度落去，搁一摆来熟悉台湾。啊，为台湾好味啊，台湾好滋味，啊，搁有咱台湾的味，咱是台湾的味。这3季到今嘛，你家己看这个节目上大的变化是啥？我的台语变搁较认真啊。比本地台语就做好啊，更愈认真。毋是咱台北大句是真安尼讲啊呢，啊有的物件句我讲你会清楚啊。搁再一点就是讲，这个节目因为接触到的这个领域吼，我料理界的专有的这名词，咱唔爱讲喊你讲，有的连听都唔捌听过。啊，一寡菜名啦吼，一寡这个地方的名啦吼，咱去到位，你才知影讲啊，原来这个所在安尼念，迄个物件是安尼。开讲是拢无要紧嘛，啊你若讲到一寡这个较专业的物件，咱就是爱去学。安尼我想要问老师，就是伫这季当中，就是老师有去过真侪所在，嘛有食过真侪物件。啊，毋过敢有啥物款的实做的经验，或者是讲你敢有食到啥物物件，互你印象真深？实做是为头做到尾，奈无做。你刚刚上忝的是倒一个？我去挂稻啊咧，挂稻啊，啊去拍切啊咧，对吧？啊去拉迄豆油工厂嘛，因为我足大个窟窿，拢咧浸豆啊，伫遐咧发酵，哦，咱就会落去夹去拉咧，我他妈栽落，去拉骨头开会讲，你知道？因为足食体力的啊，啊你骹腿爱有力啊，徛伫安尼拉，啊去迄个山顶去人的迄个原住民的部落，去甲因研究因的美食，透过因的饮食文化，咱去了解人的文化嘛。所以食的方面呢，到伫这季内底你拄着，你感觉上好食的？我讲我去迄个东港，迄阵拄喺乌暗省，拄季节，当年的3月至6月吼，这乌暗省会为日本的北海道遐吼，游泳落来咱台湾的迄个东港南部遐，因为咱才有迄个乌条嘛吼，乌水沟嘛，因就来遮生卵。啊，迄阵的乌暗省吼，掠起来上贵。哦，所以这毋是讲干那咱台湾的在地迄个，伊这是全世界级的这个好食的乌暗省的伫咱遮。哦，啊，搁有一寡咱去宜兰吼，规个村拢咧做有机的种植，啊，拢大家讲好啊，因为你袂使讲我有机伫遐下药啊，我的土会叫你污染去啊，啊，所以讲因规个村就足好的，啊，就讲咱这个村就是2条河，每只一个集一个村，吼，啊，咱甲规地土地拢做足清气的种植，规个村拢做有机，啊，因才有迄个合作社来斗卖，这种的健康的这个种植方式吼，变成愈来愈侪人会当接受，因为虽然有机的物件种起来歹啊，但是伊是真健康，即摆愈来愈侪人有这种观念伫。啊，食过遮尔济食品吼，有诶可能伊起价的时阵，伊家己拢有一个故事，有倒一个故事是互你感觉较感动。哦，嘛是，系啊，嘛是。这节目咱嘛是去听到足侪人的故事，可能2代、3代安尼传承落来吼。比如讲，我去桃园这中正市，把到一个做卤味，吼，
伊就是因为因爸爸的这个卤味，伊就足怀念的嘛，爸爸无伫啊，就为着要甲这个气味做出来，试足久的。因为因爸爸无伫嘛，无甲教嘛，但是伊就会记迄个味，就是试几啊年的时间要甲做出来。像这种故事，就是咱足侪集拢有看到。像我家己啊，我家己是台南人嘛，台南人大家拢是讲吼，伊是美食之都。哦，是台南吼，路边凊彩亭，凊彩食就好食。因为你去问在地吼，大家拢有家己的见解啦。啊，我跟你讲啦，阮遮就是这间上好食，迄间上好，你咧观光客咧食，最有名就是牛肉汤嘛，啊，搁沙白鱼，啊，搁有土鱼羹，啊，搁有鳝鱼意面。对。啊，你敢有上介意的台南美食？台南味哦，沙白鱼。沙白鱼，迄足奇怪哦！你沙白鱼伫遐食落，凊彩食就好食对无？你若离开台南，你伫台北食，你就感觉奇怪嘞。啊，这嘛是明明招牌嘛，写讲台南沙白鱼，都是奇怪，就无遐尼好食，足奇怪。所以有的所在，有的料理变做你爱去迄个所在，坐伫遐食，去感受这规个氛围吼，配合这个料理的方式，你会感觉讲特别有感觉啦。安尼我想要问老师，就是有去真侪所在佚佗。啊，若是讲今仔日要推荐一个景点，互观众朋友去佚佗，老师会推荐啥物景点互观众朋友？我是因为这部的关系，我第一届去兰屿，兰屿因遐咧掠肥乌，吼肥乌你捌食啊？啊，因有肥乌贵哦，因就是逐年敢若毋知3月至5月，吼，这个期间吼，你敢若会使掠肥乌尔，你袂使钓别种鱼啊。为虾米？因遐的规定，因遐文化，啊，因就相信讲，这个期间，因为足侪肥乌，因就是讲，因对大自然吼足尊敬的，啊，就是讲这个时间，咱就是敢若食这个肥乌，吼，迄这个老天爷吼要甲咱准备的就是这个肥乌，啊，因就是敢若会使掠遐个肥乌来食，啊，所以因咧家家户户你看拢，大家拢咧晒肥乌，啊，兰屿这个所在有这个叫做达悟族嘛，因有这个真深的这个原住民的文化，袂讲过度的像商业化啦，啊，所以讲真侪人即摆愈来愈侪人爱去遐佚佗，但是我是呼吁大家讲，去到人的所在，嘛是爱尊重人的文化，吼啊，唔好讲啊，咱观光客互人无好的印象，后盖人就无甲咱欢迎，对无？所以迄肥乌的滋味食起来，你感觉安怎？肥乌是足麻烦的，因为足侪刺的，足高刺的啊，啊，所以你若讲拢无料理吼，你拢无处理，你就安尼食，你会食到规嘴拢全刺。啊，所以因遐的人嘛是足有耐心要甲遐刺清掉，做挂包，做炒饭，哦，啊，佮配合因遐的蚵仔足好食，因遐的蚵仔甲咱台湾蚵仔无共款，甜甜。我伫遐我有食一出迄个蚵仔面，你佮烘迄个山甜吧，哦，较好食。啊，讲到台语配音吼，佮台语主持节目吼，你敢有伫个你，譬如讲你咧配音的时阵，你咧主持的时阵，你也拄到即个词袂晓念，啊是讲你咧配音的时阵拄到你工作人员，伊对即个台语要安怎念有无共的看法的时阵，恁是安怎解决这件代志？哦，这我跟你讲，这就是这个节目我家己个人上大的这个学习，台语真正是有够深，真正。嘛，真侪物件是咱哪做哪学，因为本来就是家己会晓，其实拢袂晓。啊嘛是因为这个节目要配音的关系，我嘛甲几位台语老师交流啦。啊，因嘛是甲我建议讲啊，这个配音哦，比如讲咱台语有这个变调的物件吼，你要安怎去掌握？啊，有一寡这个专有的这个名词，或者料理的手法，这个菜名，这个地名吼，什么款的真侪物件，你爱停落来查。比如讲咱去出外景，倒位嘛唔知，换大海啊，因为咱因稿写好啊，但是稿无一定是用台语写的啊。哦，啊，咱爱想办法去到现场，搁想办法变做用台语爱甲消化过。人唔知想讲哦，你着唱台语歌，你啥拢会晓？无哦，迄袂晓的物件太侪。安尼上尾啊，我想要问老师。等下我要问你倒位人？想怎安尼讲？我伊拄则讲伊台南人啊，我就唔知。我彰化人。啊，彰化人对，彰化有啥物好食的？再甲阮介绍肉丸。肉丸。对，我感觉肉丸。肉丸好食啊！对。彰化肉丸，我来讲做法佫足侪种的。对啊。啊，有用煎的，用吹的，吼。我感觉台南的肉丸较好食。讲碗粿嘛就好食诶。碗粿在地啦，讲到家己家乡的料理哦，无人要认输的。啊，你是倒位人？我台中。台中。我台中大汉，但是我应该算南投啦。阮爸爸是南投啦。哦。啊，所以讲台中嘛是，咱嘛是细汉家己爱食的物件。
比如讲台中有一面别位无的大面筋，迄是啥？迄是台中人足侪人连听都毋捌听过对吧？做早顿。哎，对啊，早起就开始食大面筋配塔口，啊，是毋是真正爱什么东泉辣椒酱？东泉辣椒酱，阮兜嘛是呢，阮兜嘛会食迄。对吧？哦，够奇怪。哎，你这中部人好记得。 A few moments later. 你敢有啥物话想要对咱台湾的味的观众朋友讲？这个节目真正值得大家来这个收看吼，因为阮制作单位吼真正足用心的，前后安尼年外的时间都去翕哦，中间搁拄着疫情，我休困吼，搁做足侪调整，咱是对每一个城市、每一个地方的这个料理开始介绍，用料理的角度，咱去了解在地的文化，吼，去了解这个。料理背后的故事，甚至就是介绍这甲咱美食嘛拍啊足水。我相信，若甲台湾人爱看，全世界啊，若想要了解咱台湾的料理，都来看咱台湾。是，安尼后回这时间继续看第一集的档，拜拜。拜拜。